傳統上 upgrade hardware 要依賴固定年限，導致預算浪費同影響員工生產力。利用 WXP， 依家我哋可以用數據嚟做決定啊。首先係電池壽命趨勢，電池最大容量會隨時間而衰退 ，AI 會分析，然後作出預測。例如有4部機嘅電池有損耗，要提前注意。咁樣我哋就可以喺員工受到影響之前就主動安排更換。第二係 hard disk 容量趨勢，儲存空間用晒有機會搞到啲 apps crash 咗，影響到員工做嘢。WXP 會持續監控 hard disk 容量嘅使用情況，仲會預測可用嘅時間同更換建議。咁樣 IT admin 可以喺問題發生之前去幫員工 free up 更多空間，或者做硬件上嘅升級，例如更換一批冇保養而且用超過5年嘅設備，或者更換有損耗嘅電池。呢一個就係 hardware upgrade efficiency 嘅宗旨，精準投入預算，預防業務中斷，確保工具穩定高效。